道气配。哎呀，个小道气，一天到晚只晓得游玩，不晓得读书啦。老爷为侬不晓请过多少个教师先生，你说哪一个教师先生见侬不头痛？告诉你，今朝老爷又请来一位教师先生，马上就到。看你个小道气，外国再道气。我是小道气啊。那你是老道气。哎呀，小相公哎，跟你讲过多少回了？你最近在生病，吵的啥哎？来哉！哎呀，一定是教师先生来哉！又是个小道气。是彩云妹妹来了吗？小姐姐姐，哟，彩云妹妹啊，我家小姐来了。王小姐来啦！王小姐，老员工
休息上楼去，我在这里等候教师先生。下来，王先生。我刚才看到竹林那边有人来了。王小姐，刚才我家小姐还提起你呢。你家小姐在家做人啊？我家小姐呀，这2日身体又不好嘞。啊，2手不见，怎么又病倒了？还不是为了个倒霉的亲事，该死个人家，3日2头来拆亲，我家小姐一起嘛，又病倒了呀。小菊姐姐，我不叫你家老爷将这头亲事退掉你。哦哟，是太不得个啦！这陈家是有人有势哦，这头亲事们哪个退得了呢？怕他些什么？明朝是谁将你家小姐领退人家？看他怎么样？彩云，先生，请啊，请啊！呀！一脚的人儿单送哦！哎呀，小姐在这里，福利旺盛，好人也，好人也。哎呀，实在是我都有冒犯，望不见怪，望不见怪呀！祥君啊，这是老爷新请来的教师先生啦！教师先生啊！先生，你可曾的话？还好，还好。哦，先生啊，快请！我家老爷正在等儿你这位教师先生呢。哎呀，老员工啊，我不是来教师的呀。那是你家老爷同我专请襄阳名士张继华前来教导。真乃张先生不肯从命。故我今日他来慰告你家老爷的呀。那他，哎呀，他哟。有妙啊！这院内公帅
好一番精神非同新人在，此生黄沙蓬莱雨呀。
让我亲手摘取一枝，送与我那月影姐姐，插在屏上边的玛瑙瓶中。哎呀，这莲枝梅花为我从天降，这枝不好，还是下里去寻那枝上来。原来是山花天女，谁穷人是小生在此，是小生在此啊！这皇生是黑文外太古里，是今年长城园内最为谁人叫人浓。小娘子是小生冒昧，小生冒昧。小娘子，你在寻找什么东西呀？啊，一枝梅花是我家小贼杀手掉下来的。掉下来的，哪里是掉下来的？分明是他送进我的呀！相公，你既然知道，谁该早点还我？小娘子，小生是有诚到此，偶尔在此当了客人，这话不偏不倚，偏偏当在小生的额上。既然这话是你家小姐的，应当奉还啊！不过还请小娘子传言一声，谁知小生襄阳张继华，我是有学到此。小娘子，你要小心在事啊！晓得。小姐尚在场内，不免对我凝视一声。
人情杂来，草断花生面真温，安详飞送梦惊为。谁当客人？这花落下不偏不倚，刚刚落在他的额上，好不同意。他说他叫张继华。谁要你接他的话嘞？我不要。喂，我家小贼不要了。美醉美意，美醉美意。啥是西装？抛下在莲子梅花心语意，恰为我披肩一面归西方。哎呀，小姐呀，你可知小心房门更天开？真叫人徒然思念相杀穷江我听一声响叮当，分明是张君灵被转为郎，都因他难当小生有出闺房。哎呀，我听一声响叮当，分明是张君灵被转为郎，都因他难当小生有出闺房。哎呀，我听一声响叮当，分明是张君灵被转为郎，都因他难当小生有出闺房。
手里放身子啦，为小爷事情好。小姐呀，你真是天生有女同万年，推着花枝人月郎，从今不问月老情事，相凭着梅花做自长，相凭着梅花做自长。哦，原来是此哦。哎，这位相公，我沈家那个称来比起来啊，真是天上地下了。哎，相公啊，你回去吧，我家小姐和你呀，今生今世是无缘嘞。回去吧，啊，回去吧。这个，哎呀，小姐对我连连招信，莫非将我上去？哎呀，天高的嘞，怎么抱得上去呀？哎呀，就门而下，真是小姐下驴与我开门来了。对，小姐与我开门来了，开门来了啊！我嘎多个年纪玩笑啊！哎呀，赵老先生不必愿送，请留步。亲啊！哎呀，不必愿送，请留步。哎呀，夏牛兄，你怎么也来了啊？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？来，快来接过西山隐士赵老先生。喏，这位就是襄阳名士张继华。哦，赵老先生，舅娘啊！今日大家光临，奉必盛会。哪里？哎，这是小圈没有造化，不能得先生栽培啊！哦，赵老先生，请稍待。哎，夏牛兄，这位赵老先生是这里的红柳之人啊。是啊，他家里有一位小相公，名叫苗儿。还有一位小姐，名叫赵玉英。夏牛兄，事情我已经决定在这里教师了。你不是叫我为是赵老先生吗？你是什么？你不是叫我为是赵老先生吗？哎呀，赵老先生是梦重生，教的琳琅知识嘛，万幸当行列为此。哦，那太好了啊！待老夫给你王道吉日，别叫来人家先生到此，迎拜师之礼，迎拜师之礼呀！赵老先生，不要客气，万幸名声最到，名声就到啊！
某儿，你不在书房读书，为何跑到这里来了？弟弟，我天天到这里来的。哦，到此做人？等张先生啊。等张先生。哎，弟弟，你啥不相信啊？你也等在这里，张先生啊，肯定会来的。指望你想啊，张先生比我还对不下去你。哦，他是当今才子，事若不管拘束。弟弟，他天天在这相局边上，闷声不响，行来行去，好像落掉什么东西一样。弟弟，他是在寻什么啊？你小孩子哪里晓得，张先生他是在寻诗啊！寻诗？哎，弟弟，这诗指在什么地方啊？哎呀，天上地下无处不是啊！天上地下有介许多诗，弟弟，那怎么会找不到你？好了，没啦。张先生是当今名士，文采甚好，为吾特地请来戏院，有此良事，你要好好读书，莫再顽皮了啊！这个先生啊，我是喜欢的。好，那就好了。老爷，刚才陈家有派人送来书信。某儿，晚上去吧。老爷，刚才陈家又派人送来书信，要你马上去面谈婚期。唉，女儿凭得这样，还来催婚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来在。来，上。
相信万生恨意，他与我心有灵仙一点通，到是今啊满是花儿与结果，为什么生儿恰是父应中？莫不是堂上老母管教你，心房是女金根中，莫不是太传奉命团元气，兰桂生疏花绿空，莫不是啊看官相思皮木转，难测希望路交友。哎呀，小姐呀，你不该负心负息负应心，是小生啊不得红绿放眼若春，东里西菜早是莫相去烦从妹儿，你做什么呀？张先生，你老是在这里转来转去，做什么啊？我在观赏园中景色，在观赏园中景色呀。不对，你想骗我啊？万当我不晓得，我老早就晓得在。哎呀，这小孩子不懂事啊！要是将了出去，哪我了得呀？妹儿，你晓得些什么？你怎么会晓得的呀？哦，你是问我怎么会知道的呀？是我爹爹讲的。你爹爹讲的什么？我爹爹生你是在姓什么？姓施啊。姓施？哎，对，我在姓施，我在姓施啊。真的姓施。先生，姓施与甘南啊，看你一为困天，一
一位没对地，不是摇头就是叹气，把神都蒙实在。晓得什么呀？张先生，你有心的事啊，不在天上，也不在地下，喏，就在我姐姐的楼上。啊！哎，张先生，我带你到我姐姐楼上去寻诗，好吗？哎，寻诗去！哎，寻诗去！妹儿。你家姐姐在路上吟诗吗？哎，我姐姐常常吟诗的。哎，吟的什么诗？吟的，哎呀，吟的什么诗啊？哎，是不是这样的诗？红梅冲在熬成开，此时女人亲自来。哎呀，不对不对。草丹花生面正味，安详飞手梦境味，梦境味。啊，是这些事啊。哎，好像有个梦似的，有个梦似的，哎，有个梦似的。哎呀，张先生，这诗是什么意思？讲给我听好不好？你呀，你年纪还小嘞。啊，玩笑啊！哦，大概明年就可以了。哎，妹儿，你家姐姐可叫赵玉英？哎呀，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我是猜的，我是猜的。哦，怪不得我弟弟说你是当今的才子，连名字都猜得出来。哎，妹儿，我来问你，你家姐姐今日在路上做的什么呀？你问我姐姐呀？她呀，整天吃不下饭，睡不得觉，于是啊，唉声叹气。于是啊，满里鼻涕。哦，他呀生病了。生什么病？我也不知道。哦，好像是为了婚姻之事。什么？哦，为了婚姻之事。张先生。你果然为我相思成病了。我爱情尽谁翻来情，扪心思去才难当，害得你思君心思悲成人，衣裳情牵久未长，害得你一袖切结反复恋，非情望残酷夜长。小姐呀，怕的是你相思真爱少伢子，气的是儿女事情开难当，我恨不能啊！
小娘子，你怎么不认识我了？哦，梅花，梅花。这一下子可真的来了啊！哎，见世上梅子一首，我不免采取几次，将小娘子带去送与小姐呀。小娘子，我在这里教书了呀。你成了这里的教师先生又怎么样？小娘子，嫌犯之事都是我的不是啊！你有什么不是？我让小娘子传言一声，就是说叫小姐不要为我孤问于理呀！你在说些什么呀？请问小姐身体有些贵呀，想必是为小生而起呀。哎呀，我家小姐哪有什么病？你说什么？我家小姐没有病啊。是此说来，你家小姐服病？哎呀呀呀！恭喜小姐福体康泰！哎呀呀呀！小生无听失言，望夫见者或望夫见者。我家小姐一听到他就火冒三丈，他还在高兴你。哎，小娘子，你看，这世上梅子一首，我不免采取几次，放小娘子带去送与小姐才是啊。好，那我在硬着头皮再帮你送一次啊。好。只是多谢小娘子你来看啊！想当真，好多梅花出芳尘，转眼间啊，苦苦梅子吐清香。今日里咱们大宝喜色清平，万顷小姐请客上啊，请客上。我让小娘子与小姐说好，哎，他手脚与他算，亲戚本色不变样，手与小姐表诚心，妻子人，妹子虽算无一离场啊，无一离。妹子虽算为离场，
帮忙往哪里去啊？哎呀，张先生，我家小姐病情加重啊！哎，我去请个医生来。哎，老员工，你家有几位小姐啊？哎呀，只有一位并无第二喽。叫芳名，叫邵月英。邵月英。哎呀，我去请医生去。哎，老员工，小姐的病情，大体，我在无妨吧。我家小姐，哎呀，小姐呀、放在小娘之身，小姐服病，老员工说小姐贫穷，这到底怎么样一回事啊？哦，定是小姐怕小sinh知道了，要为他担于孤儿隐吧。哎呀，小姐呀，小姐，这都是我害了你呀！可怜你隐隐实实不经风，静静的贫穷谁折磨？我大高苍天启尘飞呀，万马不杀即将。家务，但听得领了神明令言，我不免去几道护送甘露。心急使人吹远来，十分妙道。
哎呀，王小姐，哎，王小姐委屈吧，委屈吧，哦，委屈。将军。万花无意，你恰是马上变脸不高兴，只以为先生这么多人心，你又是火冒三丈场外人。哎呀，小姐呀，我许谁了？回去吧，蔡勇妹妹。
没有走啊。王小姐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情。方才老爷说，还是遵照玉英小姐临终的嘱咐，你先做她的姑房女儿吧。是。要是王小姐愿意的话，明日就请你们搬到红楼来住。老爷要我家小三做姑房女儿，明日就搬到红楼来住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小三，我马上回去收拾收拾啊。彩玉，哎呀，你看这丫头，王小姐，这样一来啊，大家都有个照应了。小姐临终曾做高，这是老爷年岁高，从今儿要献唱你小姐来照料。上人神魂早了不是老，只怕是恩不同于我可见伤心女对对长老小姐，你自己也要多加保重身体呀。哟，天涯嘞，我去地上灯来陪你回去收拾收拾啊。将军，上房，上房。母的相遇，这意外不知所措。想得哎呀，我是孤热里啊，小心，小心反意，小心反意。前世生大相遇，悲一再三，又相同奔。这男女有言真交代。小姐，今日里天时良机重相遇，遇多少忠心的娃儿
外面去了。哎呀，不好啊！这西园外面一片荒郊野外，小姐是女流之辈，要是路上遇到了意外，哪还了得？哦，等我关上心去，关上心去。
老杨哥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张先生，我家小姐不应过世了。哎呀，老杨哥，你家到底有几位小姐呀？哎呀，只有一位嘛。叫我芳名。叫邵月英。邵月英。哎呀，你呀！哎呀，我不是在做梦吗？哎呀，我不是在做梦啊！苏呆子哦，不是在做梦，不是在做梦。既然小姐已死，那么是在这次与我讲话的他是谁呀？方才见他临别依依，一言难尽，于是红衣呀！哎呀，小姐大病初愈，为我不上红绿，前往西园瓦面去了。哦，哎呀，我什么平生不会好得这样夸吗？怪不得方才他见我是悲是喜，17、18早早改改，多多顺顺，旁边那位小娘子，我见他匆匆而来，飘飘而去。哦，莫非小姐他的方位特地到此与我前来告别，实际他为阴曹地府去了。三见新人事，复看到家，只觉得天地荒。我敢想到，谁呀？夏牛兄啊，是季华兄啊！夏牛兄，小姐死了啊！你这是什么啊？小姐死了！你在说什么啊？放在小姐的方位，到此与我前来告别，事情他为这阴曹地府去了。怪不得是在花门野草之间，阴风吹吹，我的风被灯吹灭了我。计划兄，不必害怕，小弟在此保护经济啊！小弟痛不欲生啊！哎呀，计划兄啊，我看你这个地方再也不能死下去了，还是到小弟家里去吧。来，小姐。
呀，你不要再哭了，再哭起我啊，不能哭得耳毛淋淋在。来。小姐，小姐，吉娃说，快来哟！小姐。咋来？他叫张继华。谁要你接他的话嘞？我不要。马
难说，我在无言相思情。向飞送，母亲喂，姐姐，你鼓吹谁人这首诗啊？女儿你，哎，姐姐，你把这首诗讲给我听好不好？你不要无声。啊，你不讲给我听，他也不讲给我听。好，我去问弟弟去。哎，妹儿，这些事是我心口无人，你不要去告诉弟弟。嘿，姐姐，你也来骗我啊！先生也听到这样一首诗，刚才我来思望你人呢。哪一位先生啊？哎，就是那个教我读书的张先生啊。哦，他又回来了。听弟弟说，他明天就要回襄阳去了。沈家张先生一天到晚为幸福啥事伤心难过。哎，姐姐，我看你行事倒容易得很，要是你帮他一起去行事，他就不难过了。你不要误会。哎呀，姐姐，是真的，好多天不见张先生啊，真像生命上重病一样。哎呀，这几天不知他把自己怎么成过什么样子了。这我倒晓得，眉毛皱，面孔黄，唉声叹气泪汪汪，只怕再幸福的事啊，心交关活不上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哎呀，姐姐跟张先生一样行事行出毛病来着。张先生还要教我做事，哎呀，这个短命事活不得，活不得，哎呀，活不得。妹儿，妹儿。心事
罢了。女儿，你们又在做些什么呀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啊，去倒一杯茶来。哦，女儿，这几天你又在做事忘了事吗？做什么呀？老爷，菜用啥？哎呀，放下，放下。哦，我要他知道，我的女儿不但有貌，而且还有才哦。弟弟，夜晚上来有寻家。唉，女儿啊！家听得女儿心相偎，千人的情来心内，说什么姐姐去世没得家，来一个断情再重，家欲娶你怎归配？其人无作必为，弟弟呀，姐姐他无需人家因人事，岂能将与在处配，拼将一世张熙元，世世保家在屋内。小姐，莫是烈焰李熙元，是你们有罪儿啊！你切莫交际小金光，天大的事情有无担当，你三非为吾亲生女，恰是亲生一般样，你姐姐终身陪母父，我去看这家女儿要依靠，这婚姻是为吾是有求备，因家里另配一个，才比之间貌似破的是一郎，岳江先生早教训，去找下女喜上了。弟弟话中藏呀密，有头无尾非彩泥，莫非他怕我聚会走邪路，看来在灵配在浪
问君，本相思，去是亡。襄阳张生既往，一
亲这是谁之田，自己与朝日月影，小妻临前五虎月影，亲自赞美尊尊，普及百年格林效应，皇室言谢，身兼数命，势必亲谁，耿耿此心于往昔，方闻不灭。今夜从日云梦，也得于此啊，来日再见心愿。言语中情不可阻，误会在父为上孝。小姐，我那月影小姐我只盼红梅金家永好，才知今世福被我只盼心事传经定8年，才知翻做完孤行，我只盼平庸之财来应此，你呀恰不了我扎把带小强你掉，我只盼夫唱妇在情深恰不了月云相小张荒江，你那里谁草谷中无马少方闻一缕随风飘，我这里面对另外唱同团我心碰见
得这样伤心，就是铁着人儿也要落眼里嘞。哎，小姐啊，小姐，你怎知世上还有这样一个人在想念着你啊，小姐。不听窗外莺声叫，小姐，小姐，哎呀，为何不见小姐的访问？哦，莫非是余文也吗？君不知道不说说，心儿跳啊，心儿跳啊。只见他脸色苍白，好凄婉。他浑身转抖，为哪条？定是心得热热病，人是不斗，你是伤。哎呀，再这样下去啊，搿张先生真的要吓出毛病来噻！我还是对他说实了吧。张先生，开门哦！你是小姐吗？张先生，快点开门，我好进来呀！张先生，开门哎！
不是叶问叶贵。你是谁？是神，是少女小姐的丫鬟湘君。少女小姐身边的丫鬟湘君。不是。张先生，你还认得我吗？是人见过，一时想不起来了。张先生，你真是贵人多忘事，可记得晚辈叮当，该连招手的。你到底是谁？少小姐的丫鬟湘君呀。我真是赵小姐身边的湘君。哎呀，小娘子，你可来许下小生啊！哎呀，张先生，你真糊涂！我清楚得很啊！还清楚嘞。好，你既然是赵小姐身边的丫鬟，我来问你，这支梅花是从哪里来的？这支梅花嘛，是你那时候在园里摘的呀？这就不得了啊！不对在哪里？哎呀，要是真的是赵小姐身边的丫鬟，她就知道了啊！红梅初在熬成开，此时玉人亲自来。草断花生，面贼为想飞送梦境为。哎呀，果然是小姐方回来了！哎呀，果然是小姐方回来了啊！
心必能结识千美品，哎，小姐一言中天我会唱。常言那亡羊补牢必衰死，死在人为上门房。小姐天也无尽茶鸳鸯，小生少为情芳。眼看这今世姻缘一心放啊，我与你只得来生从前乱风再吹霜啊。真是身心多变最拥抱，年夜蜜语蜜天花。小姐，我心里已望天子身边是海枯石烂，10月大愿小心举步变心肠。先生，喵！哎呀！是啥老先生？不玩月老切何事？牛女早已度恰桥，老夫早知有此事嘛，何必去把小女走？查老先生，请进来比请啊，请。大老先生，请坐啊！请坐。查老先生，上礼谢谢。老夫有事要与先生商议。有啊，请讲。未知先生可曾婚配啊？尚未婚配。老夫做过媒事哦。承蒙老先生的好意，外甥偏有天下，志在四方，这婚姻之事嘛，请勿操心。这也怪他不得，他怎知我弟弟真是方才的那个，待我慢慢点名于他。张先生啊，这道亲事不错啊，你还是答应了吧？老先生，
万岁另有心事，婚姻之事不假操心。先生的心事嘛，老夫已略有所闻。这先生，老夫岁若年老，并不愚直，人情世态也越来的多了，对于这些事情嘛，是不大理会的。松下，松下。赵老先生宽身大度，不讲此责，万岁实是忘贵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万岁初到屋里，路径不熟，那日路过正院，得与你讲消息。他是讲什么？他是讲这只梅花相随与我我料想也不是今夜之事，他们彼此往来已有半年之久了啊！张先生，你可知老夫弟弟是哪家小姐呀？那就不用说了啊！先生不用太久，老夫弟弟真是方才的那个啊！哪个啊？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！就是方才走出去的那个啊！哎呀，老先生，方才走出去的那个，你可以看得清楚啊！看得清楚啊！认得明白？认得明白？他是人？他不是人，难道是鬼呀？是个鬼呀！是鬼呀！张先生啊，你不要再故作允许愚弄老夫了啊！万岁，句是谁呀？想着儿女私情之事，我做长辈的不便明言，只能问定啊！张先生，老夫实言相告，这里确实是有鬼啊！喜悦是地处偏野穷山乡，古木黄秋偏离中，每逢那冰心神情月明夜，真不是鬼影重重来为梦，十来和尚只一个，方才我亲眼目睹有一双。是有一双啊！张先生啊，实来奇怪，西园之鬼不怕基地，都怕猫叫。西园之鬼不怕基地，都怕猫叫。你道这是什么缘故啊？好了，明人不用细说，还是言归正传。张先生啊，有道是恭敬不是从命，你只好准备明人与我女儿拜当成亲。老先生也已生了老夫高子，老先生，老先生，赵老先生，这位赵老先生，莫非替他死去的女儿见我弟弟殷勤？也罢，养亲不成，殷勤也好。哎呀，小姐呀，小姐，这一下
谁不能与你深入路障，却可以私动为了啊！张先生，啊！你怎么又来了啊？我并未出去过啊。哎呀，我与你无亲无故，你为什么老是卷了我啊？张先生，你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我是来告诉你一件要紧的事情。什么事？那小小姐是神，我也是神。哼，是人是鬼，小神清楚得很。你这愚问野鬼，是属于我阴去。他真是鬼迷心窍了。张先生哎，你再仔细的看一看，看呀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是在西园之内，小妻访问心灵的私语，旁边那位小娘子见他早早给给，多多顺顺，不就是这个女鬼吗？哦，怪不得他是称是小姐的妖丸，大概是阴司的妖丸了。好，你既是小姐的妖丸，与我说说传来。放在我老爷爷的亲事，你要答应才是哦。这亲事我早就答应，明日我手捧灵位与小姐背堂成亲。哎呀，这位小姐是神，不是鬼呀！你是什么？她是我家老爷的姑房女儿少女小姐的妹妹。是少女小姐的妹妹。哎，明日你我小姐的妹妹拜堂成亲。哦，不，小生今生今世誓不再去。先生还是答应的好。不答应。不答应。好，先生实不答应，那我就不走了。哎呀，你还是走的好，你还是走的好啊！不走嘛，就是不走。啊，你真的不走啊？你真的不走，我就要。你要做什么？我是要。为我而死，我岂能与他妹妹背堂成亲？但我死不理智，还是走了吧，还是走了吧。
这样小姐，你还是跟着小生去往襄阳吧。张先生。哦，这，哦，条长而到。想不到事与愿违，曾泡影，被逼结婚，谁呀同房？小生杀在去婚罪，他灵媒谁是谁所要原谅？事关生命难特谁，我只能怀抱灵为来呀悲叹。
小姐呀，你魂归现在空与黑，我陪心黄沙梦一场。什么与他你们情连理，分明是小姐发威到此地。小姐，小姐，你万神生我呢？什么心，生什么美，存什么意？你看是心边问什么事，怕不得意，争什么理？我宁愿若是随空忙，不在水里，在水站起。今日此事，虽然被逼无奈，一力渡尽，将心比心，也难怪他为我生气哟。我虽是为报临为白天地，也难消他的心中情。真不要怨我无尽之不见，陪我艰辛将军情。他为我在人间有所成平，他为我夫肩下细心顾情，是这般生生世世情不移。小姐，小姐。
姐妹双双下了雨。活着的少小姐，当初她还不是少小姐，如今才是么早小姐。她本来不是少小姐，过往儿才叫少小姐，原先只有一个少小姐，后来才变成两个少小姐，才叫你把这两个少小姐当成一个少小姐。张先生啊，你心中爱的少小姐，那就是这位道道地地嘛，地地道道，不怕鸡的，都怕毛家的少小啊。